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2月7日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0篇第1节到第6节，列王记上卷16章第1节到第7节，路加福音第19章41节到4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上边。首先，甲大家祝贺新年恭喜！今日是过年的初一，也愿上帝来祝福咱。诗篇23篇讲到你的腿，你的拐。咱知影这内底一个是管架，一支是用来做保护甲帮衬。各样的人摕到这个拐的目的，毋是要来揭发来拍，毋是讲定义，就是讲要来处罚这个羊啊，毋是啦吼。管教的目的就是要来互伊所带领的羊会当行伫正确的路顶悬。处罚的时阵，相信各样的人心嘛是艰苦的啦吼。列王记上卷16章第1节到第7节，咱阁看到列王的历史。巴沙虽然代替了亚罗波安成做以色列的统治者，但是却犹原跟对着亚罗波安罪恶的路，互上帝来受气。圣经的记载，上主的话临到伫哈拿尼的囝亚户，叫伊着责备巴沙讲：我有对土粉的中间提拔你，设立你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。你竟然行亚罗波安的路，互我的子民以色列含落罪，叫我受气。看咧，我要除灭你甲你的家。嘛要互你的家甲尼巴的囝亚罗波安的家同款。所有属巴萨的人死伫城内狗会甲食，死伫野外的空中的飞鸟会来食。巴萨的其他的事迹，伊所做的事，甲伊的成就，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史。巴沙转去伊的列祖遐了后，安葬伫得撒。伊的囝伊拉煞接来做王。上主通过哈拿尼的囝先知亚户责备巴沙甲伊的家，因为伊甲亚罗波安的全家同款。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佮因为伊睇是亚罗波安全家，激动上主的受气。因为伊的行为佮亚罗波安同款，结果伊睇死亚罗波安全家，就变成做无有理由啊。因为伫上帝面头前，就变成做罪上加罪的一个人物。咱搁一摆来声明啦吼，上帝伊处罚管教，并毋是因为伊真爱安尼做。当上帝看到人的退落的时阵，就起了管教的心。并且为了人的失错来失望来艰苦。路加福音19章41节到44节记载着耶稣基督为着耶路撒冷的代志来伤心。虽然真短的经文，却有真非常实在的情景。也好那亲像咱所看见耶稣的譬喻中间，路加福音15章所记载，迄浪子的故事中间的老爸，
今仔日的经文安尼讲，耶稣为着耶路撒冷哀哭。耶稣特别到耶路撒冷看到城，就为着城来哀哭，讲：我实在真爱你，今仔日知安怎才会行往和平。毋过这个事现在对你看待，互你看袂到，因为日子伫要到，迄时你的对敌会伫你的周围做土堆包围，对四面甲你攻击，因会将你甲你的城内的人民全部来毁灭，无留两块石头来相杀。因为你看袂出上帝拯救你的时机，因为人的拒绝，因为人的犯罪，背离上帝的道路，因此上帝就大大失望，为着人来艰苦心。耶稣哭啊，伊为着耶路撒冷将来的处境来伤心艰苦。就好像亲像耶稣基督为着伊的好朋友列撒罗的死哭同款，因为上帝是怜悯的上帝，伊是慈爱的主，是恩典的神，也亲像先知约拿所讲的话。约拿就记得耶和华讲：耶和华，我伫本国的时阵，敢毋是安尼讲吗？我知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，无凊彩受气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无讲所讲的在下，所以我紧紧就得走去他死。耶和华，现在求你赐我的命吧，因为我死比活着较好。这是记载伫约拿书第4章第20到第30节的经文。所以安尼，咱知影对敌人的背叛、犯罪、得罪上帝，上帝的心是坚固的，是相比的。所以人其实都爱谨慎，爱行伫耶稣基督的道路、真理，然后才会当来得到迄个活命。诗篇50篇第1节到第6节，真神的敬拜，上主全能上帝对东到西出声，呼召全地，对水无比的色安，上帝发出光。咱的上帝来临，一定袂静静。有炎火伫伊的面前得倒，有暴风伫伊的四围得扫。为了要审判伊的子民，伊调天甲地来作证。伊讲：着调集我剩的子民来我这，就是用祭司甲我立约的人。天要显明伊的公道，因为上帝本身是审判者。感谢上帝听阮亲像各样的人听伊的羊群，求主帮助阮会当忠实正做主，会工人服侍主，也服侍人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